比起来，足香的，看起来足好食的呢。对唔对？嘿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两项菜吼，是我用心去研发的呢。真的假的啦？对啊，吼，我甲你讲啊，船长吼，若看到这两项菜，一定会足介意。伊吼，看想着伊等下要甲我讹了，我吼心情就不亮起来。我是甲你学了，赞。小朋友，加！哪有芳啊？加！哎呀，对调调，恁搁要来提保障啊？是啊。好，介绍一下。好，小朋友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阮是优质花龙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刘派琪，我是林碧源，我是陈千恒，我是牛丸竹。哦，恁好，哦，一个味足香的，洪小姐，什么味足香啊？那过去来。哇！什么物件？哇，过年时啊，闻到这个味，规精神拢来啊呢。对，是咪足香的？足香的。我吼为着咱即摆毋是在过年啊吗？是。所以吼，我就用心吼来去研发这几项啊菜吼，互大家来试食啦。对咯，这个啦。对啊，看对恁做伙来啦，做伙来甲我试食，啊，互我意见。来，大家滴好，大家提哦。滴，大家提。这阮小金主。哦，真正厉害哦。来，你先拿起哈。小朋友，啊，恁食这油饭有介意无？有啊，好食无？好食。我来试看卖下是油饭。油饭足香的呢。安那？食起来足 Q 的。哇！阿妈，卖伤咸哦，迄豆油的芳气，猪肉迄个芳气，全部拢甲煮出来，这就是油饭的精神。真正厉害。啊哥，若高水搁搞煮，啊呀喂，我甲试者。这摆过咯，一定足香的。唔错。一定哦，酸甘甜、酸甘味就好食。我感觉这出菜的气味，足普通的，加一味奇怪的味，炒花大味，煮伤过头啊！表示你无甲这出菜处理好。太安尼啊！我的人生哦，都要停在这啦。我煮的物件无好食，早都知影我听我老母的话哦，去学看戏，我都莫来大姨好做工课。哎，我是要做啊！小姐，你较冷静的啦，嘿啊，较冷静啊，油饭真正袂歹食。对啦，小姐，我甲你讲啊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，啊，毋过吼，一个人讲你无好，无代表所有的人，嘛无可能有一出菜全世界人拢满意啊。是啊。你小要紧哦，别人会看下你豆豆会失去原本的家己呢。对啦，小姐，因为这出菜哦，只是无符合我个人的胃口。是啊，无符合。无好啊，你胃口尔吼。对，水好啊，水好啊！我甲恁讲，一个人的好歹哦，毋是别人讲的准拄算，迄是你家己做决定的。你无需要因为别人讲的话吼，对家己失望。啊，毋过咱会当为拄则讲的这意见哦，咱找出对家己有帮助的，咱去做调整。重点是你要相信家己的选择甲判断。是啊。多谢美美队长啊！安尼船长，我吼会根据你的意见吼来改良这个团圆菜。是。好，啊嘛真正多谢太阳队啊，做伙来试这围炉菜。哦，有好食无？讲实在，真正好食啦。先我一个破声啦，但是煮了真好。为着要答谢，就恁来提保装，准备好未？准备好。来，准备接招，起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红呢。
过年时啊，是你会做什么代志？教头毛，你会教？爱教，你会去教？爱教，对，会去set 到头章爱识到一个， ，set 到一个。因为今仔日要考的题目是讲甲头章有关系。头章爸爸奖，你有特别介意什么款的造型无？我甲咪咪队长的，恁会拣得一个像个头章的？会行，你较介意？咪咪转咪咪，哦，比你对，这较好整理啦，我这特别去处理过的呢。毋是伊这种无咧洗，所以较变安尼这。种喷的。你有敢有看过人用这种造型的？无有想要较近的看无？来，对，你这臭的，这臭的哦。会使帮嘛？要紧，这贵宾哦，有较粗小寡要紧，哦。有水无？无，无，这是你最叫嫌吗就？老实的啦。对，好啦，要紧啊，甲头章有关系哦。嗯，安怎来摕大片咧？4题就一块大片，8题2块大片，加油哦！好，来哦，过年时啊，爱set 到头章哦，行来噶。来，开始，set，好，大家加头章，水个喷落。咪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海疙瘩頭，哇，bonus 叫会丢伊啊啦，bonus 呢，还跟他头呢。哎呦，遮米，哦，哇，这味，你竟然知影？咪，这味就是咱刘海啦。啊，差不多嘛，你能无好掉？你想啊，正是你哦，真真，好好哦，来，頭章尾，喷落。啊，这两个。哦，一条四题啊，厉害哦，噔，哎呦，来，三里剃，来一日剃头。三里煙頭，哎呀，你多谢你讲我对唔对？咪，啊，你好，有啊，来，邊大家好家。好来，对，哎呦，咪咪，我头前讲哦，蘇阿果，哦，对啊，各位拢知影。 七哦，七题题啊。啊，加油哦，过题了，过关啦，你，好，你一个机会啊，好家，你頭章，对，哇，八题啊。对啊，过关，敢有人知影苏阿果是啥？好食的，苏阿果，哎，就爱食的真好食哦。的。糟糕是就，像咱讲的麻花卷嘛，听讲是苏阿果。我这头毛，这种编法就叫苏阿果。对啊，哥。来，要食看卖嘛？来，啊，无啦，唔是。加倍换啦，哦，足芳的。哎呀，苏阿果，对，苏阿果。哦，bonus 因会对，我感觉真正有强。对啊，这厉害呢。安怎念？海海疙疙瘩海甲头，敢知影什么头？西裝頭，嘿，对，咱讲的西装头。安怎念呢？一日剃頭，三里煙頭，就是通常咱加头章加刷的时阵，拢会特别有精神。嗯，你拄看起来的时阵，你感觉哇，规个精神，啊，搁迄个烟头的迄个度数差不多加20%出来，有无？好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啊，毋过有人讲一日剃头，三日安怎？哎，镜头。剪头，变好哦，冇你人安尼讲搞歹去啦。啊！迄有人加歹去，无就是迄落无加起来，好看，会淡薄仔没敢若关系啊。对，嘿，家己有人会感觉烟头，有人感觉烟头，对。这就看你安怎感觉。哈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恁真正不哩厉害，8题，2题大片，佮加上 bonus 3题，请摕。好，你开始了，可以杀谁？来，提啥大声甲念出来啊！哦。马祖鱼阿狗，爱提3题，嘿，大尾啊，我让唱。好，第一关3题叫摕去啊，收落来，换咱加油，准备接招，演来个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来耍图咯！哎，好啦，一开始互恁一个提示啊，因为过年时也要到，好，内面的字真有喜气啊！喜哎呦气，嘿，喜气哦！
咱甲过年写的一寡音真好的词哦，真好的字有关系。哦，哦，这是真大的提示哦，恁要加油。至于讲哦，恁刷图的能力，我就唔知影。哎， 4分有1块大片，8分就有2块啊，吼，尽量摕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。来，开始啊，你先刷。来，啊，刷袂记买当倒沙缸。好小编来家，看就知啊啦，知。来，来，对，来我啦，哎呦，好来，我甲你倒来讲三缸，哦，来，要砍掉诶。哦，搞哦，get，我的 get，对，来，阿涵来，刷一袋，好刷一袋，要刷一刀位看你要刷袋，要倒一袋，哎，我哦，好良紧，来，哇，看到春，完本，完本，对，来，哦，这位来哦，刷一袋，好，我是感觉会当，嘿嘿，好，好来，嘿，降温的，你，嘿，力，对，你来，啊，这位你要做修哦，你要修哦，哎，你有时间在行吼？嘿，嘿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过来，来哦，时间有在行我哦。刷该刷，你要安怎刷咧？我刷，你今日会当刷这甲刷这尔，嘿，好来刷，好来好啊，来，好，圆降温的，你呀，你啊，对来，一样的哈，来哈，你刷到一袋，这袋还是这袋还是这袋？我是感觉你会当，哦，好来，好，他掉的啦，好，哎，你有时间在行吼？嘿，快了，快乐对。快乐，好，哎，小朋友你让倒修者哦，头先有一步行唔对，也对啦，来紧的啊，来，赶快移 I N N 移，好不？移桂泥井，钱啊，对，好，一个好，紧的哦，时间要到咯。好，来到三缸，好，你去讲。来 get，哎咻，好，哎手，哎对，来紧，春，没错，降温，时不是降你到。啊，歹势啊，嗯，真可惜，卡关啦。卡关，不如春好啊，好不好？哦，想要一不个，是降你哦，是降温的，新闻，塑胶顺，顺哦顺水，塑胶顺，受干顺，真好。新闻，新闻对文，尊嘛是嘛？尊哦，咱甲尊开迄个尊，我过来试一下后一个。哦，这里哦圆，你哦，天天星的星，七，天嘛有啊。天星两字拢是的哦，通讲两解呢。对。哦，好啦，目视表现得袂歹啦，虽然无过关，无甲8分，啊，不过嘛有5分。对， 5分，通摕一袋大片，一袋尔，请摕一袋来。大声念出来，你摕啥哦？哦，第二关啊，李黑，你下，好，拿起你。小朋友来家，好来，来，好，加在这关算有收起来啦。手，我们摕一袋尔，来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金大家。小人有同款，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，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把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。探险队，恁讲阮这敢巧啊？我是讲，恁讲有阮这巧啦。嘿嘿，小人无共款呢。我确定要安尼办哦。啊，我会听到恁真侪线索哦。诶，阮准应该都无要无紧哦。准就是足干巧的。好啦，安怎算？就是吼，咱一定爱讲符合咱这个题目的条件。啊，啊，毋过佫袂使讲到伤过明，所以爱讲到足细腻的哦。无来直接抽题目，吼，我知安怎算啊？来，抽一个，来，算一张，莫去用看到，莫去用看到，自己看就好啊哈莫去用看到。你家己看到好，啊变过来猜，来，啊，袂使人看到哦。
嘿，啊，看好就插起哇了吼。哇！哦，哦，先收一个，结一个头脑，你不要想看我这边讲。安怎讲？你若赢过阮1分就1块，赢超过2分以上就2块大皮。是，加油哦！对，来小朋友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未？想好啊未？想好啊哈，咱要开始啊！来，第一位，请讲。伊有无？哦，伊有毛，伊有有毛有啊？毛，好伊，有毛，好来，二号，伊有尖尖的喙齿，尖尖的喙齿。袂歹袂歹，尖尖的喙齿厉害哦。好，第三位，来第三位，嘿，倒位看会到？你想看嘛？伫倒位看嘛会到？不一定要讲伊的身躯，系就是譬如讲你伫倒位看你过曾经有去对看过伊嘿，去倒位看到的，卖。动物园，动物动物园，园，对，好，哦，伊倒伫咧动。动物园，伊做咧动物园。动物园有诶，哎，我想一下哦。去倒位看到的，卖。动物园，动物园，园，对，好，倒伫咧动。动物园，伊做咧动物园。动物园有诶，哎，我想一下哦。啊，伊走足紧的，哦，伊走足紧的，然后出紧的，伊走足紧。紧的哦。好，安尼，第一位头拄讲的是伊有毛，第二位呢，伊讲伊有尖尖的喙齿。第三位讲动物园有诶，第四位就是阮船长讲的，伊走真紧。哎，好，搁想一下，咱准备要来第二轮啊。第一位开始，伊介意吧？伊介意吧？哎，这会使，这会使，这会使。介意吧？安尼一样的。肉类的，肉类的，爱吃吧？爱食吧？好来，我爱吃哈好萨。伊有好溜，好尾溜啊，尾溜尾溜，你是讲尾溜还是尾溜这？好手。喙鬚有喙鬚，好来3号，我伊有尾溜，尾溜。哦，好，我这些动物嘛是拢有尾溜的呢。啊，伊是猫科的动物，你有够干跳的呢，猫科动物啦。啊，对，啊，对，这上这重点的。安尼所有人拢讲了，咱今嘛来经历一下。第一号是伊有毛，爱介意吧？二号讲呢，伊有尖尖的喙齿，而且伊有喙鬚，喙鬚。好，来3号是动物园有诶，啊有尾溜。哎，船长讲的，伊走真紧，而且呢，伊是猫科的动物。哇，这真正歹选呐，难呐。这全部拢符合。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啥人无共款？请投票。啊，哦，我好，三个是有共款的动物是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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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安尼啊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塞无共款。爱请问一下，迄个塞是啥物啦？野手哦，野手哦，塞牙手。塞牙你是不手，是塞？塞牙手。我先开讲。我真正要甲你塞。是我。对，哎，是这你。拢想共款，我出歹劲。很真正伤人难啊！伊大家拢讲了足厉害。因为你看哦，伊讲有毛，我想讲，你看塞的毛是比虎搁较济咧。啊。对，我就感觉讲，伊有可能就是狗共款，所以我就袂选1号。因为伊无讲长啊底。对，哦。啊，你看2号，伊讲喙齿尖尖，啊有喙鬚想讲好，因为咱的腮毋是边啊规全毛嘛，所以咱就较袂去看到伊的虎鬚、喙鬚，所以喙鬚我感觉应该伫虎的身躯会较变成较有特色的所在。因为我知影讲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好，啊毋过对，啊你毋知是啥，家己无共款。安尼咱先来问者。你问其他的。1号诶派基，你想哪会选3号？选3号？因为动物有当时啊无迄个动物，哦。啊？动物园还是你遮好咧休困啊？还是伊去的迄个所在是古水的动物园。这真正歹劲啊！啊2号，撇外你嘛是选3号是安怎？其他的人甲我较熟。哦，其他人选手该较成。哦。啊3号，你有啥物意见？无？无。无想法。还是你用药的？老实讲哦，金用药的。
卖只派。嘿啦，对啦，有形容有的对啦啦。好啦，这算这个题目对你来讲太困难了。难度有较悬对啦。伊若是讲爸，反正迄个差别就较大。嗯，好险。好，无安尼哦。哇，第一届对到这种状况啦。拢无，大家恁无半分，我嘛无半分，安尼就表示无半地，歹势。秀起来。算咱有秀起来啦。安尼看起来，你有4块大片，嘛是有可能摕到宝藏的。你唔通伤我做好无？较欢喜的，过年时啊较笑的。开笑的欢喜。完笑袂出来，不要紧，等伊摕到宝藏的时阵，伊就笑会出来。来哦，看卖啊，因敢摕到宝藏嘞，因来甲。来哦，过年时啊，敢有机会互我发宝藏嘞？有啦有啦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一半的机会啦。是。请问一下，台中来的小朋友，你有想要耍位无？有啊。有。好，来，看咩啥物耍？啥人去头耍前吼，家己摕，家己摕。好。这个来到这哦。来。哦，浪胖的啦。浪胖。哦，好。玫瑰做浪胖啊。好，安尼手甲扛起哩。还较大力哦，飞超过1空才有准算。到底敢有机会甲宝藏炸断去咧？请飞。哦，我3空啊！哎呦！有啦。有啊，过1空啊！来，过1空啊！前面2空啊！有。哇，嘟好咧！嘟好呢，袂歹哦，这刷很好哦。颁奖过年时啊发宝藏。来，送互你趣味到位哦。过年时阵会当算。对，哇，你看嘛，这是什么款的造型对的啊？哦，这趣味到位啊，这是这种内底吼有足侪迄个海洋的生物。哦，海洋的生物哦，还有地图咧，规个世界地图。但伊的主角是咸，跟咱的共款是咸。哦，甲咸，咸来个。咸来个咸哦。大家等伊好啊，算看卖啊姐。啊，你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有淡薄仔紧张。淡薄仔紧张哦。系啦，即摆已经摕到宝藏，欢喜啊！欢喜，啊笑嗨嗨哦。足欢喜的。真欢喜的。欢喜啦。别玩换你哦。迄款感觉啥款？笑一个啊啦，真好耍。真好耍哦。伊总算是有微微啊笑。有啊。他拄仔迄关，伊看起敢要哭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哦，买啦，不要紧啦，无代志啦。嘿。啊，千万是一直拢笑笑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感觉呢？是毋是啥款？感觉咧？好啊，安尼是啥物？好耍。好耍。好啦，有机会甲接过来啦。是。好，过年时啊，就是要闹热欢喜，继续学台语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语。是啦，我上爱台语，继续加油，新年快乐哦！我爱过年。我爱过年。